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看到大家遮尔早就来敬拜上帝，感谢主，愿咱每一天所做的拢合乎上帝旨意。好，开始敬拜进前，咱邀请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用主的主祷文来向上帝来祈祷，来做伙来。愿入去你的地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历史，就救阮脱离伊的歹个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好，咱做伙来敬拜，咱是天父的宝贝。叫我
主赐予咱每一天每一日，感谢主，咱做伙来祷告，时刻有你。上帝是因的倚靠，爱甲咱的囝儿讲，一切爱倚靠上帝。不管咱伫什么所在，咱的上帝绝对
来唱，这位耶路姊妹为上帝所做的歌，永远的靠岸，咱就来唱。心命呀。
阮所想所行。虽然阮常常用人的思想，靠阮家己的脑来做代志，但是主永远予阮机会悔改。感谢主的包容，感谢主时时刻刻审视阮的白白问题，也请主原谅阮的软弱甲不足，试炼不断出现伫阮的身边。阮需要天父的保守，求主安慰每一个兄姐悲伤不甘的灵魂，予因感受到平安，甲因基地。请主坚固阮的信心，加添阮的力量，使阮平静的心、智慧的灵。阮遵守你的诫命，请主补助阮的需要甲欠缺，予阮正兄弟姊妹每一步拢行伫光明。嘛，请主掌权伫今仔日的长老这次选举，予一切拢合伫上帝的旨意。愿教会兄姐受主的呼召，做伙为主服侍，勇敢行主的道路，无计较，心连心，为主做工无提时，予新华教会搁较复兴，予全地拢是上帝的子民。阮将阮的家人、阮的教会、阮的牧师，全部交托予慈悲、